我覺得佢好有女王 feel 啊，感覺上板件質素好似又進化咗喎。就係一個 MGSD 獨有設計，最重要就係色彩表現方面，啲裝甲望落會好似啲腹肌咁。大家好，我係法比，新一年第一條片，先祝大家身體健康，心想事成。今年一齊馬上砌多啲模型。今集會開箱一個我認為係新舊老亂手都愛，一直 keep 住進步嘅高水準系列 MGSD 命運高達。正式開始之前，希望大家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呢個頻道，仲有分享玩具、模型、旅遊相關資訊。記得免費撳下方鐘仔 subscribe。Let's go！MGSD 命運高達日元定價4950 yen 年稅，法比呢就為咗盡快拍片俾大家睇，以超能力350入手。冇計啊！今次係年初4星期6首發，我拜完個年盡完孝道再出觀塘上入已經冇晒，唯有就等到星期1初7第二批貨到，先用大概7算入手，叫做新年食咗個小炒啦。至於炒得有幾美味，會唔會失手，咩定價先為之性價比高，就等我哋一齊論盡開箱。開咋！模型板件一共18塊，包括一版多色成型，藍色、灰白色、紅色裝甲各2版，4版骨架連武器，黑色、淺灰、薰衣草藍各1版，最後係一細版透明藍、透明黃同埋2大版透明粉紅，外加一張標誌膠貼。今次一開版呢，我感覺上板件質素好似又進化咗喎。特別係藍色、紅色變成自帶燒光質感，水紋明顯變得唔明顯，亦都冇咗以往呢2隻色俾人好膠嘅感覺。掃組我哋繼續會以神剪2刀流為主，筆刀修補少部分水口作庫。呢隻命運嘅零件數量以 MGSD 系列嚟講算係中上級別，比巴巴托斯風鈴多，同自由飛翼零式相近。具體製作時間係上半身2個鐘，下半身1小時10分鐘，背包武器各45分鐘，最後透明件都搞15分鐘，加起嚟接近5小時。MGSD 命運高達 Give Birth！ 例牌先講第一印象，我覺得佢好有女王 feel 啊，仲要係帶有啲邪氣嘅 S 女王。點解嗰對膊頭會好似女人鎖骨一樣咁性感㗎？加上玲瓏浮凸嘅骨感流線型，真係令我越砌越興奮。講緊模型咋嚇？模型整體比例由於需要 SD 化，將成個身高縮小變成蘿莉，但絕冇影響到女王挺胸、靚膊、纖腰、手長腳長嘅完美比例。特別值得一讚係今次頭部亦都適當地縮細返，配合埋背後好似惡魔翼一樣嘅巨型背包，整體比例我認為係目前最靚嘅 MGSD。分件分析方面，套件係以 MG 級別為標準，雖然就冇 MG 嘅一整條骨架，但係零件都分佈得好細緻，能夠完全唔依靠保色貼紙做出接近90分嘅分析。我哋再深入睇多少少表面細節，頭部嘅巨型尖角係我覺得畫龍點睛嘅部分，因為呢度角咧係冇跟比例縮細到㗎，所以顯得特別大、特別搶膚。膊頭藍色裝甲做咗一啲鏤空嘅設計，露出底層極少量深灰色骨架，配合埋灰白、淺灰跳色嘅裝甲，從細節中增加情報量。就算呢刻未上任何標誌貼紙，完成度依然非常足夠。直接跳到去背包嘅紅黑翅膀，打開之後見到灰色部分有做到好仔細嘅分件，唔單止推進器啊，連咁細粒螺絲都有刻意去突顯，真係 MG 都未必有咁細心。黑色裝甲中間咧就鏤空露出銀色內扣做點綴，呢個咧算係 MGSD 嘅標配加標誌嚟㗎啦，冇做到反而就要打 pat pat。可動部分特別要提，今次做咗一個3段式腰部關節，藍色同紅色之間係第一段，紅色同紅色係第2段，最後紅色同成個下身係第3段。當我哋向左右扭嘅時候，呢啲裝甲望落會好似啲腹肌咁跟住喐，亦都若隱若現露出咗少量機械內扣。如果唔中意嘅話，當然自己可以慢慢做微調。呢個設計減少咗本身機械人硬邦邦嘅感覺，個人覺得都幾有趣嘅。接地性對於有重型背包嘅機體嚟講，永遠都係一個難題，亦都可以完全唔當一回事。
因為上咗支架飛起，仲邊個理你企唔企得穩啫？過咗海就係神仙啊嘛！命運高達特色係將突擊3款空戰、重炮同重劍融合成為魅影武裝系統。右手拎住嘅係大型光速對艦刀，而左手就係高能量長射程光速炮。大型光速對艦刀就冇咩特別，都係可以摺疊嘅基本連動。反而高能量長程光速炮咧，就係一個 MGSD 獨有設計，炮身前端能夠上下伸展，營造類似炮口開啟、能量滿瀉、準備發射嘅臨場感。另外兩邊肩膊尾端可以拆出嚟，抌出去就係光速迴旋鏢，或者拎喺手當做激光劍使用。最後仲有一把高能量光速步槍。我哋呢度咧可以順便睇埋全新設計嘅手型，千祈唔好以為佢只係以往一般分成拇指、食指、尾三指嘅可動手。打開手掌，中間有一個造型弓筍突咗出嚟。我唔確定係咪手部光速炮嘅造型嚟，不過就肯定可以同武器部分嘅武筍無縫連接，牢牢鎖死。咁就諗正面啲啦，造型同實用性都兼備。防具方面，除咗一個可以展開嘅實體盾牌，手背其實係一個光速盾產生裝置，能夠裝上由偏光材質製作嘅光速盾特效。除咗以上提到嘅武裝之外，命運高達最強嘅攻擊就係光之翼，亦都係呢盒模型最大嘅焦點。大家睇下透明粉紅嘅特效幾多，陣容幾咁豪華，入面包括啲咩呢？包括2把光速迴旋鏢特效，又可以換做激光劍，跟住仲有大型光速對艦刀嗰把光速，最後呢4塊就係屬於光之翼嘅部分。MGSD 命運嘅光之翼同以往 HG 甚至 MG 年代相比，我覺得都做咗好大變動。首先因為對翼嘅結構複雜咗，所以每邊送多你哋一塊，然後因為材質唔同，變得更有彈性。最重要就係色彩表現方面，擺埋一齊就會明顯見到視覺效果係夠極進化。Sharp 繩搶眼咗好多之餘，細緻嘅凹凸表面亦都更加有層次。可以肯定今次嘅光之翼一定要展示出嚟。以上都叫大讚特讚咗好多，咁到底有冇咩不足嘅呢？有嘅。發比最唔 like 就係綠色呢支炮，綠色好膠，上面有好多水紋，水口仲要好粗好大粒，係我花最多時間用筆刀慢慢修補嘅部分。整體嚟講，我認為 MGSD 命運高達以塑組質素嚟講，應該係暫時系列入邊5隻得分最高嘅，我會俾93.48分。性價比方面，睇翻日元定價接近5000 yen， 而家即係250蚊啦。發比用350入，就算質素99分都唔值㗎啦。心急砌嘅話，320會喺合理區頂部，因為大家都知啦 ，MGSD 而家係 Bandai 嘅重點項目，基本上只會不斷咁印，相信好快會塞爆各大中小模型鋪，應該就唔會再出現第一彈 Freedom 嗰隻頭1年都缺貨嘅低能問題，反而更加會似上一彈 Wing Zero。質素好，貨源多，大家都可以輕鬆用一個5算甚至以下嘅超值價入手。所以如果肯等多1-2個禮拜，我希望250頂多270係一個合理價。記得以前成日聽人講新手咩都唔識，梗係玩 SD 練手啦。而家時代唔同，新手都係咩都唔識，但就梗係玩 MGSD 攞成功感。事關 MGSD 雖然零件唔算少，但係每塊都大件，非常容易處理。加上命運嘅板件質素再有提升，就算唔噴燒光、唔上貼紙，塑組成品已經夠晒靚仔，完成度極高。我覺得比起相對簡陋嘅 HG， 甚至有啲醜陋嘅某啲 EG， 與其用半個鐘快速完成一隻麻麻嘅模型，倒不如盡力努力挑戰一隻碎爆嘅成品。記住，只要有恆心，命運可成真。MGSD 命運高達對新手老手，結論都係必須一戰。咁你成日欣賞到最後嗰段有趣對你有幫助嘅免費 subscribe、comment、like、share。想實質支持發比就每個月25蚊做會員，
支持初心高達基金。下集再見，大家應該就會翻返去上海嘅旅程，完成埋 Gundam Base 嘅偵察。約定你哋，下次見。